娘都穿着装备呢，我那个来这个，白天我要讲些，呀，咱阿妈，是的，是的，可是。有不啊？这就起来了啊！哎呀，刚刚是那个修这个来的，还有拖着起来呀。哟，那有不来了啊？实际上。
你们家是有事的，俺子能听得懂我呀，最喜欢俺们这一个，马上回来，俺子特别打给了呀，他里面的特别打出去哦，我这小妈就这么小嘞，马上回来别想想了，可是俺就多了也是的什么，你给了你俺就姐姐俺的什么，可惜了啦。对，天都也别会，天龙也别，哦。他连我没写，我一米再不写了。呀，爸爸记住，你现在老妈那个这个不喊叫你哪里有的？妈妈，你可要买的，现在回去做你就过去了，还有多买的，别有点头发今天上当也要了的，哎呀，我老是这个丢的。爸爸记住，这个给妈看。哦。啊，这个我来提醒你，都不能就是那边。哦。第一是颜色的，对吧？给你们看了就是第一天了，呀，都喜欢我了。有啊。喂，好些个。对。今天我买的，我买的那个买的，这不，今天我买的，对，我买的啊，那是老实啊，有，我按下给的，马上你不弄不起来是吧？其实，俺过去谁的？哎，
아 이게 가만 둬. 가사병이 기계야 나와 소리.
当当爹爹，当当爹爹。誰だ